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的将军渔港。以往若是到假日，人拢是吵。也毋过即摆因为疫情，规个渔港是冷清清，真侪店家自主停业，减少着开销，要等疫情过了后，才阁开店做生意。 将军渔港是台南有名的观光鱼市场之一，尤其是到假日的时，有真侪游客会来这坐船啊，也是食海产。停车场不时拢客满，也毋过即马却是冷清。因为受到疫情影响，大拢无法度出门去佚佗，所以讲上直接影响到就是观光产业。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，那我们将军渔港直销中心目前还是都有营业的部分，那我们也有实施联名制以及。QR code 的实联制的部分，那我们也都改成单一出入口。虽然讲市场方面拢有做完善的防疫措施，不过因为无人客关系，所以讲有真侪大拢停业，规个市场敢若剩5大还伫做生意。 目前自行宣布停业的店家大概有25摊左右，那有5摊的部分还在等政府下达一些相关补助的政策，我们才会去做一些停业的宣告。 原本正老这个将军渔港，即马变甲真恬静。这片美丽景色悠然存在，等待疫情退散了后，游客重新回流，希望讲会使早一天恢复正常的生活。